今仔日的西南风会渐渐降弱，雨嘛会较点。不过连续几日降落大雨造成的灾情也会修复，所以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的，包括高雄市桃园区、台南市南化区的关山里、甲嘉义县的四间国小，也有云林县的成功国小，是拢停班停课。 这波西南气流造成落大雨的情形，总算就要结束。因为大雨对高雄山区造成正大的伤害，高雄桃园区今仔日停班停课。台南南化区关山里、嘉义县四间小学，也个云林林内乡的成功小学，有的停班停课，有的正常上班停止上课。希望后面将会当赶紧清理厝内。怎么伫南马社所有的对外道路拢未通，道路内面1600人无法度出来。族人无法进出对外联系。 恳请尽快开通道路，让居民能够外出。民代建议甲当地地基吞管，若无特别若落大水雨，那忽然梅山甲复兴三个里，就因为路袂通变做孤岛，那古受真侪路段土石流，灌树已经连续清几落工啊，也清袂煞。土石冲入去新平山庄甲中兴里的明梯，厝内拢是落过梅水，家具拢害去。家具啊，还有那个水淹进厨房60-70公分高啊。 一些家具都泡烂了。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也因为真侪所在路段有土石崩来，对外路车拢袂过。台电赶紧修理，互民众先有电。后壁遮电缆拢土地掉的。雨一直落，一直到初时下昼3点，高雄无林伫8天的累积雨量已经到2895毫米，是全台湾上最。过来是高雄桃园的2442毫米，第三是屏东雾台2360毫米。另外，屏东的三地门、春日加高雄的南马社六区也拢超过2000毫米，仲未到莫拉克洪台记录。都要可以通了，可以通了。伫西南气流即马愈来愈减弱，受灾地区继续伫咧修路清理厝内，当地民众希望会当量早转到正常的生活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